明仔载日是送神，民间讲即天是送神青屯。伫咧中华复兴的三河社区，因早期是农村社会，大家拢会种这扫帚棒，家己拔扫帚来用。虽然时代伫咧发展，买一支扫帚真方便，毋过三河社区的时代，也是有保留一个传统的手艺，继续传承先人留落来生活智慧。 社区时代整理扫帚棒，先捡做伙，绑做4把，合起来了后，就是一支扫帚。中华复兴的三河社区，早前村民大部分拢是做田人，家家户户拢会种扫帚棒，家己绑扫帚。时代讲，手工绑的扫帚，家真耐用。有啊，这较耐用啊，啊尾较这较咧家绑较好扫啦，啊尾较歹扫安尼啦。 绑的就是较粘硬，就是比较扎实。外口咧卖，它无可能做到遐尼扎实嘛，对啊。啊，咱家己要扫，就是各方面拢会想讲较做较舒适啊呢。扫帚是摒扫厝内真重要工具，冇人讲这是天地扫。送神青屯的时阵，一支扫天，一支扫地，代表辟邪招好运。其中咧拔扫帚边的时阵，佫真讲究，拔几步有无共的意思。拔7步讲7步行啦，8步久啦，9步起下厝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 所以你这支是起大厝的。过去农业社会，人民就地取材，有桂竹、稻草、细啊等等材料拔的扫帚，毋但天然环保、耐用好扫，阁有传落来趣味的台语俗谚，是真珍贵的老机家。虽讲即阵手工拔的扫帚愈来愈少咯，但是社区时代也保留一个传统的老手艺，要继续传承先人留落来的生活智慧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